大家好，我是柯宣培，欢迎收看《苏生的迄一天》。我是台兴，我是台语系大学生。会对台语有遮尔深的感情，是因为自细汉到即马，我甲厝内底的人拢是用台语咧讲话，所以台语对我来讲，唔那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，更是一个充满故事、充满记忆的语言。阮想要找找台湾农村内底会晓讲台语的囡仔，并且对着因体验修成迄一天的生活。咱即马即个所在是云林的东势乡，是全台湾红菜头产量上大的所在。不过，咱今日要去找小朋友，因兜唔是咧做田呢，是伫咧饲羊仔的。伊伫遮拢会斗相共，阁有佚佗。行，咱斗阵来去看卖仔咧。汤汤，汪汪，妞妞咧？妞妞，我伫遮。嗨，足久无看见啊呢？你敢有想我？有。安尼，咱今日要创啥物货？来观羊啊，观羊啊？哈？电灯。要种羊呢？好。零种羊呢？行，安尼咱去穿好诶。咱要去八月。要去北溪？对。迄是啥物货？美丽星星。嗨，妈妈。哎，北宫啊，哦，北宫啊，嘿，啊，迄乌色迄白遐，嘿，就安尼绑起来就好啊。对。哦，全部拢爱。全部拢爱。啊无，不要。啊无，你绑这边，我绑这边，啊，咱两个看上绑较紧。好。啊，奶，你遐倒转去，咱来位置开始。安尼才有准绳啊。你是囡仔爱扭你两组啊？我扭你一组，啊无我扭你一组。好，啊，我位置开始。好啊，我讲技能赛，咱就开始啊。好，技能赛。你快绑这紧！哎呦！你绑夹对啊！大好啊。啊，你的水嘛拢害了啊？哇塞！啊，我的水拢还袂害的呢，我即马搁爱全部搁害水害转去。好，安尼咱即摆后一步要去佗？准备观羊。准备观羊啊！好，是位家啊？对。哦。所以你平时嘛拢打结安尼打起哩，会滚呢？会。好。也滚啊。啊，这要创啥物货？这是要拍羊啊。拍羊啊？用这安尼甲拍？对。哇，这感觉足痛的呢。好，安尼你即摆要带我去佗？去遐观羊啊。哇！你看妹妹困势足好诶，你看伊的面足认真呢。你即摆甲伊讲话，伊拢听袂到啊。妞妞，你看，伊真正足认真。啊，遐的羊我敢买？爱。你看。换我看啊？对。哈哈，我试看卖啊。你就挂出来就好啊。好。去。呀！哈哈哈哈！呀！你看伊爬去你的顶悬啊！快！啊，遮妈妈会发出迄落声。因为伊无咧行，妈妈就会发出迄声。哦。袂使伤济。哦，袂使一个伤济。好。
个窟窿卡村里面，小破破皮尔，无安怎无？便了。讲这个是便便，对啊。我甲你讲。我背过。你考啊？嗯。啊，这要安怎用？爱把伊的头用过来对。吗？安尼，加。对。哎，唔是。啊，无咧，加。对。啊，然后咧，哦，安尼就好啊。哦。安尼吗？对。谢谢。那个背起你的，哦，哎，做应该会当，确定会使去你吗？可以啊。我这当我会当去你吗？会。快妞赶快去煮好啊！哎。有够紧张的。好来就借煮先好啊。我即马要爬去迄边啊哦。好啊。我爬过找你。等下，我是真正干嘛？即马。我来啊。我想要练核心，而且我感觉我想要骑迄斗牛的迄。我来。好，你陪我做伙过。哎，咱没啊。好，安尼我要落来啊！我真正感觉因做辛苦的。辛苦你呀！哦，好，安尼甲我教一个。哎呦，这边还有。加推了来。姐奶奶用了来。哦，推的呢，啊，伊家己来开开啊。对。你讲位对拍开。安尼。对。好，我试看卖啊。我甲讲伊会惊着呢。啊，伊的脚拢会疼呢。啊，迄只较紧张，迄只你来用迄只。啊。迄只较紧张嘿。啊，夹起来。还是这只来。啊，是安怎你拢用甲遮顺啊？我一个拢还袂倒去。安尼，呀，成功啊！安尼就有啊。嘿嘿姐姐。嘿，哦，用手指。哦，是好耍的。我嘛感觉有够好耍的。支持个就好啊，好啊。耶，妞妞，你看我笑出来啊！安尼是等下能做年金吗？安尼，所以这个是在我那边呢。对啊。跟你老师去老师。哦，安尼我要借较济，我要借好弟。哎，你个较大力嘞！哟。阿妈，你叫啥物名？我叫朱友明，你平常时的工作是啥物？仓库啊，就透早甲爸爸种油林啊，然后就饲我囝，洗油条。你爱啉油啉无？我唔敢啉油林呢。为啥物？嘿，油林的啉味我会惊。为啥物啊？就安尼啊。你较勇敢吗？对吧？我介意妈妈，我介意妈妈。我嘛介意你啊。好。多谢，第一杯是我的啊。对。好，安尼我等你开好，咱才去做伙面。你互妈妈接大杯。妈妈讲伊唔加面，你互伊接大杯。为着你，我今仔啉一个。哇！啊，你面甲炸便当嘞，是毋是做好面嘞？所以行上来面嘞，啊炸便当炸转去面。真正好面。Cheers！ 好面，上无面了。哦，妈妈无面了，你啊，你个大屁！你别紧张了。
切切。哦，好的，要怎样？喵！小肥卷，你怎么吃成这样？一躺就变这样，一躺就变这样。对，半年。因讲我要食饲料，我要食饲料。因看到这个知影伊的饲料来啊。哦，有啊，有哦，你懵呢？你该讲讲。伊是要生啊，伊是要生啊？哦，所以伊即马巴肚内底有 baby。有婴啊。哎，妞妞，你敢知影啥哪有诶？迄鱼仔会有迄一个空？伊是皮肤，皮河，迄是咧创啥物货？伊就是买皮肤快出来，倒一只有过无过，有过无过？就是冷有过无过。哦，冷有过无过？对，啊，所以你安尼敢看会出来这只冷敢有过？无看过。你无看过？对，啊无，爸爸甲伊通看。系啊，咱来看迄只，伊头前一尾就是3号啊，后壁一尾是1号，吼，啊正边缺角这若一下就是100，啊左边是200，哦，所以179这是179。你敢听有？我嘛听。这定看，这晓嘿。妈咪的羊叫，觉得每一种羊的有一些表情就叫。羊怎么样？是什么声音呢？那样？哦，这个好像有点困。哪有？你之前就叫过了。啊？啊，你敢会当试看卖啊？哇！我给你我试看卖哦。你毋捌听过迄落？要生的羊母会叫声，啊，伊是会足疼。系啊，伊就咩咩，你就是要生。嘿，啊，过来咧。小羊。小羊啊，咩？小羊，今仔。嘿，小羊叫你来表现就好了。这是巴肚疼的样吗？啊，啊，小羊呢？公羊会发出一个声音，不，嘿，对，嘿嘿，不，爸爸，下面你在创啥物？我去你的小木屋啊。你叫什么名？我叫烤威家，啊先甲你地板做好，吼啊厝顶做好，吼啊再去买房啊，转来封起来，啊内底才互你设计，看你要安怎摆，好不好？等几啊个月还未起好吼。对。啊你要斗三工无？爸爸，我讲想要做啥物，爸爸就做啥物给我。我爸爸做里，这就是我爸爸。重新在等我要去骑羊仔架。咱要饲羊仔架。对。哦，爱白 BB 哦。对。啊，我这趟做重的呢。等一下。哎，你帮我食过，好。喵。哦，你直接抓伊的颔棍啊，安尼抓起来。阿妹，你想着去吧。哎，啊你看，喂，啊你看无爱食我手内底，起来，竟然无爱食我饲的。你两只。
你拢感觉大桶的较好食？哎，啊，你食别人的啊？哎，你看伊吃到我规个拢是，是别人的较好食。来，食牛奶。落地落地，你看伊规个面拢真你面。看这个是。你是咧游泳啊？没使啦，爱心从现在开始。看毛毛多爱吃啊！一起被冲过来。对，较济，我真个，我真个，做好啉的。来吃。哇，加油！好，再一个。自己看。你是讲的第一课。妞妞老师，咱今仔日你要教我上什么课？这是的，这是的，好，安尼你请开始。这是羊堆啊，羊堆啊，有一个品种是有羊堆啊的。这是羊的 baby， 叫做羊仔架。羊的 baby 就是叫羊仔架。这是有几个羊仔，这是伊的哦， baby。这个是伊的 baby。人是有心，羊是有龟，哦，这个是喜好，你是讲这一个安尼？对，表示羊仔的喜好，哦，就是一种记号。对。安尼大家拢会晓啊吼。嘿嘿，姐姐，我带你去看我做的物件。你做的物件伫倒？伫遮。伫遮？你的物件伫冰箱内底？这是啥物货？云。云，这是云呐。对。啊，是安怎爱冰咧冷冻？因为伊是冰做的，啊，内底这拿的，这是啥物货？卫生纸。卫生纸。哦，你看，伊甲卫生纸变成足水的。到这是。这是啥物货？舒压。舒压的玩具，嗯。是安尼笑笑的。对。哦，啊，你笑这你感觉敢有舒压？有。所以你做介做手做的啊？对。啊。来来来。七十一、七十二、七十三、七十四、七十五、七十六，哇，七十。是的啦。好，安尼咱即马就会当甲加掉。出啊！安尼了，你就会当甲刻出来啊。嗯。啊，刻出来了，就是你敢有感觉做成什么货？像。耶！啊！水耶，这够水耶呢。是这样。没完没了了。就这吧。就这样。好。
平时嘛拢会像安尼坐咧大路边，然后那个阿伯啊，骑都摆过就这样，看一下，继续骑走。阮就食阮的。我甲阮爸爸妈妈嘛会去，无算野餐，阮无厝这，阮就是买便当，啊去一个公园，就坐咧椅仔石头顶悬食，对啊。啊，我就是因为我大汉了就无法度啊，所以我感觉即摆恁个会当像安尼坐伫遮，互我想着我细汉的时阵，感觉足温馨的。物件拢会变啊特别好食。对啊。啊，恁若平时是恁两个人坐咧遮野餐，恁拢除了食物件，恁个会做啥物货？开讲啊，对无？有讲心事。讲天讲地，黑白讲，啥物拢会当讲。所以恁两个就是真正像个朋友共款。嗯，有，啊，伊会甲你讲伊伫学校安怎安怎安怎。会啊。伊会甲我讲。今仔阮若饲羊仔，对伫遮羊仔哪做好笑的，我嘛会甲伊讲。你敢有啥物话想要甲恁爸爸妈妈讲的？无，还是你即摆会歹势叫爸爸妈妈，叫妈妈咱先去边仔，咱两个偷偷仔讲好无？你偷偷仔甲我讲就好啊。身体健康哦，你希望妈妈身体健康，啊，搁有咧，搁有陪你较久的，就是会当陪你大汉安尼。哎，好啥物话想要甲爸爸讲？爸爸无，安尼爸爸要好啊。香港。我甲因做伙的时阵，就是爸爸妈妈因虽然做无用的，因就是逐工拢爱规工拢爱伫咧遮处理遮羊仔的代志。啊，毋过因就是袂想讲啊，甲妞妞送去补习班，因嘛是甲妞妞带咧身躯边啊。伫咧妞妞有需要的时阵，需要因陪伴的時陣，需要因教伊功課的時陣，因就是拢會隨來妞妞的邊啊陪伴伊，所以因嘛互妞妞足大的足濟陪伴，佮有安全感。所以我感覺這是一種做好的親情的關係，對，就是因伫咧羊舍遮的故事是當有因兜遮有的，互我感覺足溫暖的一個花啊。所以感謝你來做我的寶貝，對吧？對吧？夠感動的。多謝你。我小拄伫咧迄一天，修行的迄一天，修行的迄一天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修行的迄一天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修行的迄一天。你我小拄伫咧迄一天，修行的拜拜，拜拜。迄一天。哦，有夠緊的。